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来刺激着经济，特别来举办着抽奖的活动。活动的时间有6个月，头奖是100万的油电车。 2024彰化个个消费节今仔日正式开始，6个月时间，只要伫咧彰化县内消费满500块，到指定活动的网站登录发票也是收据，就有机会参加抽奖，有1000万奖金，佮有100万的油电车通好抽。那这一次呢，奖品非常的丰富哦，除了我们有100万轿车，还有2300多万的一个这个奖金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只要到活动的合作店家，也是指定的活动乡镇市消费满500块，会使另外各提一组抽奖号码。最主要，我们有提高更多的好礼哦，包括有整年送的，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礼，所以欢迎大家利用这波，然后来彰化来旅游。县府指出，目前县内已经有47间观光甲特产业者免费来赞助奖项，另外县内13个商圈嘛配合活动，相关的办法请到彰化各个的官方网站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